你係鹿形眼定係貓形眼呢？邊一種嘅眼型先更加有吸引力呢？嗱，一般嚟講咧，鹿形眼睛係比較圓嘅，上下眼睛嘅幅度係比較大嘅，就好似《還珠格格》入邊嘅小燕子一樣，其實係典型嘅鹿形眼，俾人一種非常之活潑靈動嘅感覺。嗱，貓眼通常就比較窄細長嘅，就好似湯唯喺色戒裏邊帶出一種好神秘啊、成熟嘅一種魅力。眼睛嘅闊度同埋女性嘅面部吸引力，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顯著嘅正相關係。無論係鹿形眼定係貓形眼，如果眼睛係浮腫嘅、有黑眼圈嘅、皺紋明顯，其實先係最影響吸引力嘅地方啊。PG 研究美學技術30幾年啊，我哋上眼簾因為眼皮好薄啊，冰敷先至係最有效消腫嘅方法。下眼簾咧，我哋就需要用到射頻同埋微電流呢啲深層滲透嘅技術，將能量可以帶入肌膚嘅底層啊，改善黑眼圈啦，可以減淡細紋，同時幫助眼周嘅肌肉做提升、做緊緻嘅。所以我哋設計 PG 嘅美眼儀咧，其實係專門為眼周而做嘅，超細部嘅設計，最適合化妝前1分鐘急救眼睛嘅你。PG 一直深入研究美學分析，再用頂尖嘅科技咧去製作我哋嘅產品。如果你都想變靚啲嘅話，留言 PG， 我哋會發一份美學自測指南俾你，但係記得 follow 我哋，如果唔係咧，就會喺陌生信息嗰度 miss 咗我哋重要嘅資訊。